大基本千万字，逐工要含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俗语咧讲，离乡无离乡，这个意思就是一乡有一乡，一个人离开伊的故乡，伊的腔口也是和故乡同款袂改变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读做腔，腔口的腔，读考样腔第一条。读腔这是读鼻音，腔的意思就是讲一个人讲话口音、语气也有声调，咱讲是腔口。另外讲话若是有某一个地头的腔口，咱讲是某咪腔，也就是像讲海口腔。文音读做腔，另外一个替代用字读做腔，像咱讲面腔的腔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吉面腔，先讲到面腔的意思就是面貌，嘛但讲是面色、面容。若吉面腔意思是讲一个人吉面色，看起来足歹看的型。第二个词读做亮腔，意思就是风凉话，讲一寡有空无顺、有诶无诶话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，见摆拄着困难，阿明尽讲一寡亮腔话、有空无顺的话，莫怪同事会起配面、吉面腔，因为对解决问题根本就无帮助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腔，腔口的腔，这是读鼻音；文音读做腔，另外替代用字读做腔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